是，哎，阮拄拄也是讲哦，咱这吼台语的名哦无好念，对啊，毋过有当时啊，咱的名若去拄着广东话啊，更较歹念无好念，嘛无好听，对对对。是。啊，无你试看卖，广东话袂歹。广东话袂歹。我的名叫做阿松吧，阿松，阿松是我吧？阿翔，阿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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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啊对，你我的名林，广东话叫蓝嘛，拍蓝拍啊，鱼，南派语，蓝拍的鱼啊，讲我广东话名啦。你是念念开始比咱台语较水，对撇撇好听哦，是阿雄，因为啊啥，所以讲咱甲台语好好啊念，好啊甲传落。对。好，来手放喺另一加油哦，加油哦！上尾啊一地安尼，希望恁这队会使开市，开市啦，好无？啊，若要开市就看一个啦。好啦好，会扭扭者啦吼。是，袂使比赛无咧扭的，比赛扭就无尊重对方，哦，对不对？运动家精神。拍球嘛袂使讲拍假球，啊，有影，一定不当啊。对。是。好，来，咱车出题。观众朋友，您看卖哦，这个煮法的屋顶吼是用一种较长的这个树叶哈，这款的叶子哈就是叫做胡葵树的叶子哈。你敢唔知影济公的迄个扇子哈，就是用这个胡葵树叶的叶子哈去做的。好，啊，你我要来出题目哦，请问胡葵叶的台语安怎讲呢？请问蒲葵叶的台语安怎讲？蒲葵哦，好，来，咱车就答，这不是来哦，试看麦。冇紧。来，这有华语咱都拢唔知，我都唔捌看过。对啊，这台语那可能会对。开破开叶啊，破开叶啊，开花开破开，不是，迄个姓叫做什么姓？开啊，唔是啊，开破开叶啊。你是破龟啊叶呀，破龟。你我淡薄忝呢，你帮我破龟啊叶者。了解。破开叶，破葵叶，叶。好，来，老师是不是破葵叶？还是唔对。哦。好，不要紧机会啦。你拢知影，我都可能唔知意影。料中的代志。是。哎呐，哇塞！你讲看卖啊，你就莫直翻啊，你用你家己的想法，讲出心的答案。我唔知影，我无看过迄个什么叶啊。嘿，哦，我真正唔知影呢。好，不要紧，因为要互因开始咱甲提一个，好不好？亏是嘛吼。葵唔是婆啦。铺哦，哎呦，富葵叶啊，富葵叶啊。哦，对，你改一下。富葵叶啊，差不多。哎呦，富葵叶啊。好，来，老师是不是富葵叶啊？唔对。迄个音呐，迄个音。你这罗马拼音我嘛看无，这是要请教老师。不要紧，老师会来给咱解说吼。来，老师，这哦，普通无咧用啦吼，啊，这是就照这两字啦，因为这是不读的物件吼，咱照文字讲吼，叫做煲葵啦，煲葵叶。啊，因拄则吼，像个破葵啊，两个音拢唔对啦，煲葵啦，煲葵，嘿，啊，当然有人讲迄较亏钱的亏，是毋是共？对啊，迄字是共字，不过音无共款啦。哦，伊照文头音来念煲葵啦，煲葵叶。哦，其实音无好念呢。对，无好念。好，不要紧，谢谢老师，咱嘛学到啦。细讲迄个亏钱啦。无简单。哦，想要煲是嘛煲开就好啊啦。无紧，咱莫去坐迄阵就好啊。不要紧，咱拄啊就足想要去甲迄落啊吼，互因开一下市。啊，就无多啊。不要紧，咱就先请回啦。好啦，谢谢。啊，你还有笑容呢，伊拢无笑容。安尼吼。你也是莫笑啦。咱先啦，好，来，咱就派一个人。来，我来。队长来。专家好，加。来，谢谢。你有2分钟的时间，请开始。贵丽，两个你，南部拢会放天空咧飞会，唔是啊，咧飞的动物，爱放，爱叫伊转来。啊，混叫，啊，健康，来啊，三个你拍球的，拍棒球攻出去足远哦，啊慢慢走转来遐三个你。转飞道，哦，健康，啊，两个你，水果黄色的长，香蕉，健康，啊，两个你，我看到查囡仔吼，啊我嘴安尼吼一直流嘴烂，两个你老讲老，唔对，嘴烂，啊对健康，
啊，两个你吼啊，你开伫咧高速公路顶头啊，含人咧拼，迄叫什么？拼车。毋是，就袂使讲着拼啊，改一个名。驾车。正确。过来。啊，几个字？哦，6个字，6个字。啊，我讲欺负了后，我佮讲，拜托个，啥物人来甲我好落，吼，来甲我好落帮忙一下啦。我咧讲欺负我，啊，结果我佮叫人来甲我帮忙。你会使拍输？第一个字吼是我拄则讲啥物球？放鸡。唔是啦，我咧讲欺负呢，我甲这个人安尼呢，拍拍啦，拍人我救人。我手吼受伤嘛，流血嘛，两个字吼，流血了伊会好的时阵，跟屁。正确。过来。三个字吼，一个动作吼，比如关转来了后，爱食猪脚面线，之前你爱先安怎？会咯。三个字。会咯。正确。过来。两个字，你让他拍哦。两个字吼，会使拍输哦。我这两个字做了，我会登上去啦，嘿。更消啊！两个字吼，一个动作吼，老人伫咧公园内底拢坐伫遐咧创啊。四个字吼，时间到，是，真牛哦，来小伟。咱即摆达到10题啦，所以你着做。后来咱来问个老师哦，有啥物会爱解水哦？有一寡字吼，足罕你看呢，亲像做伊讲的健脾迄个脾对。拄则伊讲的啦，若受伤以后流血嘛吼，咱的血会减去，变做定，迄其实就是咧保护咱的迄个空喙啦吼。所以迄个叫做健脾咱定迄个像讲咱迄脾用伫其他说是讲咱饭鼎内面有无下骹迄片吼，减去迄叫做饭脾，迄种叫做脾啦吼。你粒仔屁哦，唔通空啦，因为空哦，伊会搁流血，所以等你完全好去，较热去安尼。是，好，谢谢老师。老师，咱拄啊迄啊吼，跟屁迄个屁啊是台语的正字，像阮这两字嘛是台语的正字，吼，阮这叫做家，嘿，老师这两字的意思是啥？因为阮敢若听到煲，吼，真罕你食这个字。对，咱煲就讲。你甲伊讲伊足牛的，你甲煲啦，还是讲伊足水的，讲你甲煲。咱讲食煲是讲有的人哦，听到人煲就足欢喜，讲这个人食煲，所以就是希望人甲煲。所以有时会讲囡仔人食煲，若这个囡仔特别拢一定爱人甲煲啊。咱讲这是食煲猪啊，食煲猪啊，其实就是讲人爱人煲的意思啦。是，好，谢谢老师，可以换人啊哦，加油啊，加油啊哦，来，我压力伤，足大，别，尽量莫讲着内底字了。你有2分钟的时间，请开始。两个字，会当食的动物，就是生了摆摆的，细只的，叫声是啥话？叫声是啥？呱，会当哪？哈？会鸡，唔是，第二个字是鸡，什么鸡？什么鸡？正确，来。哇，这里第一字是这心，第二字是第二个字是嘛是什么宝贝？星光，对，正确。就是我摕迄物件去修理物件，什么2个字？我摕什么去修理物件？歹去啊，物件歹去啊，摕什么物件？骗子哦。是，迄落啊，你叫水电来恁兜修理，伊会挂一地什么？不是一地什么？伊的迄落啊，拢在内底啊。伊的什么？也是哦。后来，哇，这是咱是男女朋友诶，我送你花，送什么花？什么花？正确。三个字是水果，红色细粒的，荔枝。三，伊是用生，食会当较干嘛比？正确。我穿的是啥？2个字滚到。正确。四个字。不要会使 pass。哇 ，pass。5个字是俗语啦，就是什么物件上重要、上赞的，拢放伫咧上好酒顶上底。正确。头前
成，两个字，第二是，不是，第二是，我无啥，哎，你野乡拜什么？新民，哎，第二个是神，头神神的，两个字，公，什么神？什么神？什么神？唔是神，恭喜啦！这题我算你对，这题我算你对来，这题算你对哦。来，好来，恭喜得到8分哦，袂歹哦。咱请老师来解释。家私啦吼，伊拄则要讲这个啊，因一直讲袂好势。咱一般家私就是有，像阮讲要共修理物件的时候，啊，咱毋是一项尔足济。啊，这家私嘛有时讲家私头啊，家私头啊，哎，啊有时吼要烧拍嘛用穿家私去甲烧拍，迄所以有时会用嚟讲这烧拍啦。哦，啊家私，我看老师捌烧拍，少年的时捌听人烧拍啦。哎，我爱穿家私啊，哦，迄就是要出去甲人输赢啦。哦，啊咧管打，还是讲管打，管打位啊，查某人吼，惊讲互人感觉较矮吼，爱要互看到较悬哦，伊穿迄种后壁足悬的叫做管打的啦，还是讲管打。哎，啊，老师伊头拄有一题拍输的，迄是什么意思？迄个叫做地空地笑啦。哦，地空地笑，咪使讲地空地笑啦，就是讲结空结戆的意思吗？唔是结空结戆，伊是讲啊，那像咱看咧济公有无？一定拢安尼地空地笑，假做空空戆戆啊笑笑安尼啦。哦，啊所以有时，嘿，有时伊明明唔是迄个起笑的人哦，不过伊咧讲话也是讲咧做代志吼，拢互人看到敢若空空笑笑，咱讲唔是真的，就是讲伊咧地空地笑啊。哦，啊那结空结戆是什么意思？结空结戆，迄是咧装傻。装傻。哎，假做戆戆唔捌，唔知影。伊一种是装疯卖傻，啊有一个是装傻。对，无啥共款嘿。